一個英國青年喺當地玩笨豬跳，結果差啲連命都冇埋。嗱，佢由10幾層樓高嗰度跳落嚟啦，點知綁住雙腳嘅安全帶突然甩咗，佢直插入湖。咁雖然保得住條命啊，但係內臟就傷晒啦。由陳玉鳳報導。綁好腳上安全帶，喺10幾層樓高嘅跳台，準備最刺激嘅一刻啦！企埋肚，深呼吸，去就去啦。不過有啲唔妥，個青年冇反彈翻上半空，而係跌咗落湖。慢鏡睇多次，個青年接近湖面嘅時候，腳上安全帶突然鬆開，條粗橡筋的確彈翻上高台。但係人就分開咗。意外主角巴維利亞啱啱喺英國劍橋大學工程學系畢業，去泰國布吉度假。佢送到醫院搶救嘅時候，內臟通通重傷，脾臟撕裂要切除，肝臟同兩邊肺葉穿咗，全身瘀傷就好似啱啱遇到車禍咁。好彩佢最後大難不死。醫生話全因為佢咁啱係以胸口而唔係以頭先落水。巴維利亞喺曼谷留醫1個月之後可以出院。發生笨豬跳意外嘅戶外活動中心個名叫做 Jungle Bungee Jump， 位於布吉嘅加土。由介紹網頁睇到，呢一度提供唔同玩法嘅笨豬跳，收費每次2000泰銖，大約400幾港紙。負責人話佢哋係布吉唯一攞正牌同埋有保險嘅笨豬跳活動中心。而巴維利亞話唔會控告對方，因為索償成功嘅機會率唔大。有線電視記者陳玉鳳報導。旅遊業議會話，香港嘅旅行社好少帶遊客到泰國玩笨豬跳，泰國亦都唔係香港人玩笨豬跳嘅熱門地方。有旅行社就話，大部分嘅旅行團都只會介紹新西蘭、澳洲等地方有得玩笨豬跳，但唔會放喺行程入面，亦都唔會推介俾遊客玩，而係由遊客自己決定。